女星李艾琪与美籍男友 Duke 于2008年完婚，但求子过程并不顺利。日前她就在节目分享，婚后3年内试过无数偏方，但完全没有用。直到老公提到有朝夕阳秘方，便姑且一试，结果真的中奖，且第2胎也是用同样方式得来，让她不得不信。李艾琪2011年产下儿子，2年后再添爱女，奏足一个好字。她在节目《一代女王》透露，当初夫妻求子过程并不顺利，于是打听许多坊间偏方。她就曾试过在完事后，请老公把双腿抓起来抖一抖，帮助精子跑快一点，甚至将腿跨在墙上8小时。经过各种尝试，却总无法如愿怀孕。后来李艾琪的老公就建议改试他们的西洋偏方，只要喝醉酒做那件事就会怀孕。国外很多摇滚巨星外面都有私生子，大多都是因为喝醉酒在外面乱搞，才会搞大人家肚子。于是她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，和老公喝个尽兴，想不到果真一发就中。而且我2胎都是喝醉酒得来的。李艾琪补充，当天和老公喝的是泡着虫的龙舌兰，偏方猎奇却让她如愿怀孕。其他来宾也都觉得超神奇，连主持人曾国成都忍不住表示，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偏方耶。实习编辑斜线陈冠宇。